另外，這幾日啦，大家嘛咧討論講，這 Grab 要甲這Foodpanda甲買落來案件，即馬全國外送產業工會是提出因的陳情書，伊講這 Grab 若準是甲 Foodpanda甲買落來，安尼有可能會牽涉到高佔市場的問題。另外，這工會嘛指出講 ，Grab 這個平台捌甲中國的華為公司是有合作，安尼可能也會有治安的記錄。公平交易委員會伫6月中受理審議 Grab 要告並Foodpanda案件，外送產業工會拜三到公平會外口交陳情書，因認為 Grab 若是甲Foodpanda合併，有可能牽涉到高佔市場的問題，影響到外送的產業，嘛侵害消費者的權利。市場他們去掌握所謂的定價權，那可能消費者的商品就會越來越貴，甚至這個店家的抽成也可以由這個資方去單方面去做制定。那外送員有沒有可能去少了其他的這個選擇？就等於是我不管跑 A 平台或是 B 平台，但是最後面在控制我的還是同一間公司。工會指出 ，Uber 是 Grab 主要的股東，若是同意和 Grab 合併，真有可能規個外送市場攏會和 Uber 佔去。另外，工會也指出 ，Grab 佇東南亞市場要和中國的華為合作，相關的軟體有可能會牽涉到資訊安全的問題。公平會也派官員出來接陳情書，強調會謹慎處理。我們一定會秉持着相同的一個原則來做一個案件的審理。那在案件的審理之前呢，程序上我們當然會注意到各方的利益跟各方意見的表達，但目前並還沒有到達做出決定的階段。公平交易委員會回應，目前還未到做出決定的階段，會先整合各方的意見，要求業者做出相關的說明。另外，告並案嘛按照公平交易法的原則來審理，做出合法的決定。記者魏宗林、林曉凱台北報道。